萧师兄，你夺伤心花，是想以此要挟鬼王，阻止复活兽神吗？不错，我们现在有人质在手，正好可以逼鬼王拿伏龙鼎来换。鬼王不会换的，他复活兽神的大计，远在必要之上。能拖一时不也是好的吗？正好，也可以阻止他布置法阵。若他不换呢？必要的身体，我们将如何处置？魔教邪徒，动起手来尚不能心慈手软，更何况是对尸体。陆师妹，眼下大敌当前，你若是再狠不下心来，那么昔日在青云中战死的师兄师弟，以及今日在焚香谷被鬼王宗所害死的同道们，他们又该上哪儿去喊冤去？而如今形势岌岌可危，我们又势单力薄，顾不了这么多了。一切当以大局为重。我赞同萧师兄的意见，事不宜迟，我这就去给鬼王送信。不行，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。我跟您一同前往。那你们多小心一些。走。靖宇，我知道你觉得事情的做法有些不妥，但是非常之事，当行非常之事。天师叔那里修复结界，甚好修为。若我们不能粉碎鬼王的阴谋，待兽神复活，率领妖兽冲进中原，那后果将是不堪设想。既是名门正派，何必藏头露尾？鬼王，你女儿在我们手里，想要尸身，就拿伏龙鼎来换吧。陆雪琪，我听秦无言说，在小池镇碧瑶曾经救过你的命，难道你们青云弟子就是这样对待救命恩人的吗？当年的解药，是张师弟为我换来的。张小凡，那张小凡的下场又是如何呢？青云之战，他拼尽全力救了多少人，可以说是救了你们整派。可到最后，道玄反倒是给了他一剑。魔教邪人，莫要蛊惑人心。蛊惑人心？哼！你们这些自诩名门正道的人，做起恶来，当真是比我们魔教要邪恶千百倍。也罢，你们回去告诉萧逸才，他在魔教卧底的日子，该学到的都学到了，是时候出师了。休要挑拨离间！该清算的，我一定会和他一道清算。告诉他，我会如期赴约的。当年师尊派我到你们魔教卧底，我就注意到你了。
碧瑶，高高在上的少宗主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。而我呢，从人人敬重的大师兄，到了卑躬屈膝、畜生不如的魔教妖徒。这些年，我一直在想，怎么样才可以将你们魔教尽数覆灭？怎么样才能弥补我这些年来所受的痛苦？10年前，张小凡煞费苦心，总想着去消弭仇恨。可是这么多的恨，那么重的怨，怎么由得你们去消弭？你们不够强大，所以才会被仇恨吞噬。你命丧诛仙剑下，而张小凡变成鬼猎，生不如死。当真是天地不仁。要我看，想要活下来，只有比强者更强，比恶者更恶。不好，萧师兄是想支开我。要怪，就怪你爹吧。等我杀了你爹，尽数覆灭魔教，这世间再也没有正魔敌对，这仇恨自然就消了。原来你就是兽人。又一个正魔不分的，我倒要看看你能躲到哪里去。林靖宇呢？我已经让他把伤心花藏到一个隐秘之处去了。藏起来？那我们拿什么换伏龙鼎？我压根儿就没想过把伤心花交还给鬼王。萧师兄，怎能言而无信呢？对付魔教妖人，何必言而有信？你可别忘了，临下山之前，水月师叔交代过我们什么？除恶务尽，绝不容情。哎呀，鬼力！哎呀，幸亏我抄近路啊！哎呀，你走那么快干什么啊？爷哥，你回去，别跟着我。鬼力，他是谁啊？该不会是鬼王派人跟踪你的？他不会。我是碧瑶的手下，我负责他们俩的周全。你是谁呀？她叫小白，是碧瑶的姨婆。姨婆？姨婆好，姨婆你好。先前叫我伯母，现在又叫我姨婆，再把我叫这么老，小心我揍死你们啊！行了，上哪儿去找人？碧瑶，不是鬼王的女儿吗？鬼王怎么不去找？哦，鬼王宗的大部分人跟着鬼先生和青龙去了明灵峰了，鬼王准备亲自去找。算他还有点良心。萧逸才抢走了伤心花，一定会借此威胁鬼王。到时候两方交锋，碧瑶一定会受累。碧瑶的肉身不能有半点差池，否则复生无数。我们分头去找吧。
这可有10年了吧？说实话，我挺羡慕你的。你这样一睡，就能睡到天荒地老，没有烦恼，没有痛苦，没有悲伤。比起红尘里的人，还更幸福些吧。不像我，这些年里，我很少能入睡。我想师父，想小帆，想我们并肩同行的时光。是你，快上来！我和你无话可说，欠姑娘的恩情，有机会定会报答。你们先走。碧瑶，你一定能够活过来的。得把小帆叫过来，该怎么办？不好！镇魔古洞。叶公，你传讯给鬼王，说找到了碧瑶，让他不要担心。久违了，鬼王。萧逸才，你想要得到伏龙鼎，可以，但我要先见到我女儿。伤心花呢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跟我谈条件？把伏龙鼎交出来，否则你就再也别想见到你的女儿了。笑什么？死到临头了还故弄玄虚！萧逸才啊，萧逸才，当初将兽神之血种入你的身体之内，你以为我就没有后手了吗？你有没有感觉到，在这10万大山中，残留的兽神之魂在不停地召唤你？作为兽神替身的种子，你成长得非常好，已经快要成熟了。现如今，你居然还敢跟我谈什么条件？什么兽神之血？你不要在这挑拨离间，快点把伏龙鼎交出来，马上！我来帮你。不管是兽人还是青云弟子，我都会在明灵峰顶峰恭候。有命上来，就来吧。
野狗传来消息，已经找到碧瑶，就在镇魔古洞中，鬼力守着他。宗主，正派又攻回了焚香谷，弟子们力战不敌，已退入10万大山，以避敌人锋芒。现在他们正在山下，等候您的吩咐。这次青云也派出了不少高手，连田不易都来了。没关系，四灵血阵一旦开启，兽神之魂就要控制10万大山。到那个时候，再多的敌人也不足为惧。不知宗主为何没有带回祭品？若是让他落在正道人士手中，可就糟了。散落在此的兽神力量，一定已经感觉到祭品的靠近。越进入10万大山，祭品的力量就越强大。他一定能够感觉到兽神之魂的召唤前来此处。我们开始布阵吧。你还在吗？喂，在不在吱个声啊？哎，有没有人啊？哎，嗨，有没有人啊？哇，好像挺深的。不管怎么样，我先下去看一下。哎，不行，一会儿我先下去，你跟着我。 小心点儿！小凡啊，你是不是听错了？这什么也没有啊！不是啊，昨天我丢下来一个包子。包子？靖宇，血，血！ 好像是流这么多血，
不像是只兔子啊。而且，我昨天扔下来的包子也不见了。一定是被吃了吧？哼！哎，我说，他要不就是自己出去了，要不就是有人把他给救了，你就不用担心了。应该是这样吧。但是，兔子会吃肉包子吗？还是狐狸？不会是人吧？我说你能不能别老是乱想啊？这儿这么高，没有绳子根本就出不去的好不好？再说了，我们草庙村可是在青云脚下，能有什么事儿啊？看你一惊一乍的。咱们回去吧。哎，靖宇，你说这地方这么隐蔽，当成我们秘密玩耍的小屋不错啊。以后我们来这儿玩，他们肯定发现不了。我说，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聪明的啊？抓不到了！来呀来呀！以后我们经常来这儿玩。你身上的功法被人袭舍，是谁会如此邪术？天师叔一直在等你。我现在只遵循自己的本心，只为自己而活。没有一个人能真正为自己而活，即便前路满是荆棘，你也不怕。我这一路以来，哪一步不是荆棘？方才我误打误撞进了这个山洞，还以为自己无路可逃。但是，仿佛在冥冥之中，自有天意的指引。这就是圣女玲珑，这就是她当年封印兽神的地方。兽神？鬼王告诉我，四灵血阵告成之时，碧瑶或许能醒过来。那你想怎么办？与鬼王决战，然后呢？复活碧瑶。这实在太危险了，我能帮你做什么？不必了，我不想欠任何人的情。鬼力，碧瑶也是我的朋友。你还是回去吧，希望以后不会与你再交手。碧瑶，我要出去一会儿。
借你的伤心花一用，我很快就回来。我在洞口布设了一个结界，从现在起，只有你能进入，其他人都无法进入这个古洞，除非是你自己用符文把它解开。多谢。我救我的侄女，侄女婿，别太客气了。就是啊，客气什么呀？都是自家人。谁跟你是自家人？不熟，远点儿。嘘。这是什么鬼？不是鬼，是兽神的残灵归来，唤醒了10万大山中镇伏的妖邪。你们在这等着，我去找鬼王。哎，又把人家留下，你带一个手下会死吗？他是不想你去死。就算是我死了，我也不能让他死啊！否则的话，这洞里的碧瑶还有鱼肚的小环，非得把我给埋怨死不可。我走了。哎，做晚辈的太逞强，做长辈的也不省心呢。算了，再帮你们一道吧。谢谢姨婆。鬼力，又见面了。找到碧瑶了吗？他没事，不用你们惦记。萧师兄夺走伤心花时，我并不知道碧瑶在里面。萧逸才现在已经被兽神控制，回去告诉你们的人。我们的人？也就是说，你现在跟鬼王一伙了，对吗？我现在只想复活碧瑶，不要逼我出战。你还记得七脉比武时，我们两个第一次比试吗？当然记得，那个时候的你已经可以使用神剑御雷真诀，实在是了不起。那时候，无论我的功力和修为，都在你之下。可那次比武我输了，我也知道，在最后关头，是你故意收了手。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好胜之心。都这么久的事情了，你还放在心上，有什么意义呢？从那个时候开始，鱼都的并肩作战，死灵渊的拼死相护，小池镇的生死与共，往日种种，我全都记在心里，从未忘却。你这又是何苦呢？今天跟你说这些话，只是想告诉你，张师弟，这10年来，我心里一直都没能忘记，心里盼望着你还可以回头。可事到如今，是我痴心妄想罢了，一切都不能回去了。鬼力，还记得在天地宝库你跟我说的话吗？现在终于到了你我一战的时候，那就让我看看，
这10年来，你到底有多少进境吧？你既然已经投身魔教，为何还用正道法术？世间功法本无善恶之分，是人心赋予它善恶。在侠义人身上，它就是善；在魔身上，它就是邪。胜负已分，你可以走了。我奉师命前来，必须跟你了断当年的恩怨。了断什么恩怨？是苍松，还是道玄？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，再多说也没有什么意义。其他的事情我都已经忘了。烽烟千年的痛苦与绝望，终于要结束了。待我再次获得肉身，我一定会杀掉所有的人。玄尊，请您稍安勿躁。法阵已经成型，10万大山的灵气正在向此汇集。您放心，这次我们一定竭尽全力，使您获得完整的肉身，成功复活。我需要血，除了4灵血阵之外，我还需要一个年轻的躯体。你们为我准备了祭品吗？祭品正在赶来的路上，很快你就可以见到它。哦，我感觉到了，是血的气味，是用我留在人间的血培育出来的祭品。虽然这个躯壳不够完美，但勉强将就吧。这么重的利器，他要是复活了，岂不是所有人都很危险？现在这个局面，也只有一世。4灵血阵从布设到到达最高力量需要12个时辰，在此期间不能有任何差错。青龙游击，你们安排其余弟子到山下防守，切不可有任何轻敌之意。碧瑶呢？碧瑶他怎么办？野狗传来信报，鬼力将碧瑶封存在镇魔古洞了。小白施加了一道结界，想必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。我们需在此保证4灵血阵的运转，才有机会让碧瑶复活。游击，我们距离我派振兴大业，最终只差1步之遥，以大局为重。是。我看到了什么？原来是一枚弃子。滚开！滚开！你原本是青云门掌门的首徒，自幼天赋异禀，前程似锦。但一息间，命运就发生了转折，你的师父抛弃了你，令你到魔教中担当卧底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一切都是以大局为重。以大局为重？为什么门下这么多弟子不派，偏偏派你？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待你卧底归来，齐昊早已建立威望，掌握大权。齐昊是我师弟，他不会是下一任掌门的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事实如何？你早就看在眼里。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在你师父的眼中，你是死是活又有何要紧？你不过是一枚棋子罢了。鬼王让你受尽折磨，喝下我的血液，
这么多日日夜夜里痛不欲生的滋味如何？到我的身边来吧，从此没有人再敢轻视你。只要来到我的身边，你就能获得强大的力量，跟那些陷害你的人复仇，完成你梦寐以求的愿望。萧世芷当年曾在魔教中潜伏数载，我想他应该是在那个时候被鬼王设计下了毒。这10年当中，萧师兄必定苦苦抑制体内魔气，以免丧失神智。靖宇，他现在人在哪里？怕是已被兽神控制，进入10万大山了。田师叔，鬼王已经抓到了神兽饕餮，集齐了4灵，占据了明灵峰顶。我们需要调集人手前往阻止。好钢又用在刀刃上，现在萧逸才下落不明，我们又要加固结界，又要粉碎鬼王复活兽神之计，实在是分身乏术啊！师叔，不如让我带一队人前往明灵峰，设法去破坏复活兽神的计划。金羽，我也去。世芷啊，不妥，此法不妥呀！现在我和云谷主，我们是法力难济，修为耗尽，功法好的就剩下你们几个人了。若你们3个再到明灵峰上去，这加固10万大山结界的力量就会有所欠缺。到那个时候，一旦兽灵涌入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师父，大人，师父，天师兄，云谷主，久违了。普空大师，你们总算是来了。雪琪，我也来了。小环呢？怎么没跟你一起？别提了，来了更担心。临出来前还跟我大吵了一架，说是一定要来。还好我让周爷爷拖着他，要不然的话，普红师兄命我率天鹰阁弟子前来支援你们，2位有什么需要我的，尽管吩咐。云某感激不尽。我也有一支援军，正在赶来的路上。天师叔，现在人手已经凑齐，不如我们现在就行动吧。好，那我们就兵分2路。3位师侄，你们率领弟子进入10万大山，阻挡4灵血阵。普空大师，云谷主，我们尽快在此加固结界。大家都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好了。我们会掩护你们进入结界。切记，进入10万大山之后，你们不可御剑改为步行，以免惊动了兽神，产生没必要的争斗。2位，助我施法。趁现在，走！是。师弟，别来无恙。是萧逸才。
是萧逸才，我听到他声音了，是他在操纵黑气。我想他就在不远的地方，我们得赶紧前进。宋师兄，要不然你先回焚香谷疗伤吧。没事，走，咱们得赶紧往前。鬼力，鬼力，鬼力，不是，你刚一走，碧瑶就传梦给我，让我一定要跟着你。不信，你回古洞去问。有意做了再说。这。神尊，只要接下来的12个时辰不再出大的差错，您就可以完完全全的复活。到时，这整个天下，俱是你囊中之物。复活后第一件事，就是杀光曾经阻挠此事的人。我似乎想起了一件事，那个曾经一而再、再而三干扰我复活大计的小子，如今何在？啊！回禀神尊，鬼力之前乃是青云弟子，他之前所行之事乃是奉师命而为。如今他已叛出青云，是我们鬼王宗的副宗主，为我派效力。还望神尊看在在下兢兢业业的份上，给这小子留一条活路。留一条活路？他不是已经背叛你们鬼王宗了吗？你居然还为他求情？哎，也罢，既然你舍不得下手，我就替你把那小子抓来，好好会一会他。神尊，除了祭品之外，鬼力也十分重要，因为在他身上有驱使灵气所用的天书。不如由我将他抓来，免得他伤了祭品，怕是会节外生枝。哎，无妨啊，在我的力量之下，祭品之力已经达到最强了，绝不会输给那个小子的。我的伤不碍事，不用担心。哎，宋师兄，你可一定不能有事啊！你要是有事的话，回了青云门，我们怎么跟文敏师姐交代啊？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？等等，这里有种特别的利器，十分诡异，不如我们换个地方吧？不会吧？这儿的人都死了几千年了，还有什么诡异啊？
又是他们，又是鱼怪，小心！蜜炼草都用光了。鬼力！我已经帮你稀释掉你体内残余的邪力，你再行调息，就可以没事了。小凡，我是鬼力。不管你是鬼力还是小凡，你还是你啊！我要快点赶往明灵峰祭坛，否则只怕四灵血阵一成，就来不及了。可是你一个人，怎么对付整个鬼王宗？萧逸才身上有复活兽神的力量，复活兽神就差他这一副身躯了。你是说鬼王给萧师兄下了兽神之血，除了要控制他，更要他的身躯？若能拦下萧逸才，兽神无有身躯，就有可能去阻止兽神的复活。我希望你们能帮我。你们考虑一下。现在，明灵峰一定是守卫森严，难以突破。光靠咱们很难上去，就算鬼王肯放你上去，也会先耗尽你的力量，好方便取得你体内的天书。他们一定会助我一臂之力的。你是魔，他们是正，能帮你吗？我相信他们。你们该不会真的相信他吧？除了跟他一起行动，还有别的办法吗？我们要尽快上峰顶，去救上官前辈与艳红。鬼力熟悉鬼王宗的布置，他说的对。都这个时候了，我们应该放下前嫌，同仇敌忾。他是鬼王宗副宗主，他会与鬼王为敌，万一到时候他跟秦无言一样，他不会的。我相信他，我也相信他。李军师弟，如果他心存恶意的话，刚才鱼怪出现的时候就可以偷袭我们，但他没有。再说了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？我看咱们还是走吧，他们肯定不会来了。我先去前面看看，顺便找小辉吧。哎，等等我，姨婆！别再叫我姨婆。
在干什么？天地灵气还没有到最强盛的时候，也许是明天正午时分，鬼王才可以复活兽神。明日之事，明日再说。先过来休息一会儿，吃点东西吧。走吧。来，尝尝看。山海院的点心。对。是啊，小环说啊，以前你和碧瑶最喜欢吃山海院的点心，特意让我带过来。小环怎么样？好着呢，好的不行了，就等着你啊，救活了碧瑶以后，一起回于都呢。前些日子丁玲还跟我说，等着大家都回去呢。你们成亲了？哎，别提了，现在丁玲的生意做得特别大，别说成亲了，想见她一面都难。好久没有看到你笑了，你笑起来更像以前的小帆。哦，对对对，血公子，鬼力。说实话，其实你这个名字啊，挺好听的。是吗？那是自然了，兄弟，终归是兄弟，叫什么名字，有那么重要吗？是啊，兄弟永远都是兄弟。你的法宝怎么了？之前交手之时，似乎无法发挥。那且与我试上一试。萧师兄，你怎么能背叛？你们解决鱼怪，我来对付他。
没想到你竟有如此强大的信念，我当真是小看你了，鬼王！现在还不是决战的时候，想要阻止我，就到明灵峰祭坛来找我吧。15年里血液的培养，已令这祭品近乎完美了，一定能容纳我的灵魂。只是鬼力居然打伤了我的祭品。那鬼力一定会到明灵峰上来，等他到了山脚之下，便会遇见我重重布置，消耗实力。等来到您面前时，将无力量再抵抗，您大可随时取走他的天书。神尊、宗主、鬼先生，鬼力和他青云的人正朝这里赶来。按照原定计划，布设防线阻止他们。是。神尊，我这处还有一位年轻人，他为了您的复活大计立下了汗马功劳，不知您是否分他一些力量，帮助他恢复修为？我是在山脚下碰到他的。山上都是鬼王宗的人，四周邪灵太多，会对小辉有影响。小辉，去焚香谷找我师父。听话。快去吧。明莲峰的情况如何？
兽神的神力已经覆盖了整个山峰，无法御剑飞行。要是步行上去，要走36000级天阶，沿途还有鬼王宗的人把守。已经走到这一步了，无论如何都要闯过去。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受伤了？嗜血珠修复了，你打败了兽神。趁兽神残灵之力还未达到最强，侥幸获胜。前面就是天梯，只要我们人都在，一定能够突围，到达顶峰。兽神的灵力对我无用，我先设法上去，伺机行事。不必说了，刀山火海，跟着你闯。上吧，大伙儿都相信你。无论你是小凡还是鬼力，我们永远都是兄弟。要是有机会的话，我希望你以后还能回大主峰，一起吃个团圆饭。事不宜迟，出发吧。这么多年都过去了，还是听你的吧。宗主有令，拦住他们！人太多了，脱不了身。大家快上峰顶，我和阿香顶着他们。我也留下帮忙，你快上去吧，一定要复活碧瑶啊！我等你们很久了，大家小心！你们先走，我拖住他。走吧。
救燕红。时间不多了。鬼力，不要逞强，碧瑶还在等你。我们一定可以打败鬼王，回到鱼都去的。此事结束后，如果我们还没有死，就去阿强家的山海园喝酒，小心些。诸位，恭候多时了。你也被兽神控制了。控制？兽神恢复了我的修为，赐予了我无上的力量。这就是你想要的？我这一生啊，俱为人所控。毒神死后换成鬼王，现在又是兽神，来来去去几次三番，于我而言，又有什么区别？来吧！你们先走，我来对付他。鬼力，有一件事情在我心中梗了10年。如今，终于能向你开口了。很抱歉，你何国之友？10年前在小池镇，你跟碧瑶救过我一命，而青云大战时，我眼睁睁地看着诛仙剑朝你们落下，却未能阻拦。这份情，终究是我欠你们的。你越是不计前嫌，我越是如鲠在喉。这件事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总有一天，我会去找道玄算账。之前你跟我有同门之谊，多次为我求情，我会铭记于心的。同窗叙旧，也要看看场合吧。鬼力，你是来阻止四灵血阵的吗？你是来阻止我的。谁也不能过去，走！
副宗主，你终于来了。